也在考量着自己的未来的可能成为自己的对手。如果在上一场比赛阿拉佐夫能给我们带来非常犀利的对攻术，那么大战八就给我们带来了绝对的力量统一。我们看一下慢放，看，直接一拳打到下面的低扫，就是这一拳，就是这一拳，直接一拳打到，不需要多余的动作。一次低扫，把手放下来，走，非常漂亮的一组凶悍的进攻。这还是在双方臂展米娜有优势的情况下。红方 KO 对手，比赛结果红方胜。祝贺大战吧！大战吧，向着仪龙王者挑战赛的终极对决又迈出了一大步。